师父，各位大德，Buenos noches，晚安。我想要先唱一首歌来作为今天的开场。因为来到这边，我发觉大家都非常的友善，这边的人民也很喜欢歌舞。跟师父学习了1年多，我也特别喜欢唱歌，常常在道场里面唱。那我在不久前，我改编了一条歌，是本来台湾有的一首曲子，本来叫《那利路亚》，那个意思是山地话叫加油哦。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曲子跟意义都很好，把它改写了。我先把歌词念一遍，然后唱一遍。那个曲子的名称叫做《快快回家》，快快回家，快快回家，快快赶回家。我看到了我的妈 ，mother， 我看到了我那慈祥的妈。爱心似大海，智慧遍尘刹，尘刹是宇宙的意思。完美无瑕，她是清净大菩萨。快快回家，快快回家，快快赶回家。我回到了我的家，我回到了我这可爱的家。琉璃做屋瓦，黄金铺地下，光明无碍，这里是我们本来的家。我就唱一遍给大家听啊，那大家也许愿意的话可以跟着哼。快快回家，快快回家，快快赶回家。我看到了我的妈，我看到了我那慈祥的妈。爱心似大海，智慧遍尘刹，完美无瑕，她是清净大菩萨。快快回家，快快回家，快快赶回家。我回到了我的家，我回到了我这可爱的家。琉璃做屋瓦，黄金铺地下，光明无碍，这里是我们本来的家。快快回家，快快回家，快快赶回家。谢谢各位哦，我希望大家呢，今天坐在这边都能够有缘赶快回家，就是跟师父印心。我在这边谈一下我跟师父印心的经过啊。去年啊，4月6号我还记得，因为那天是很难忘的日子。我那时候还在报社当记者，然后我在前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海报，就是师父的海报。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震撼。我就下定决心说，不论工作多么忙，我都要去听经。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忙啊，每天要赶稿。那我就下定决心说啊，我应该要去听一次，至少去听一次。后来我6号就跑到了师父讲经的地方。那一天啊，那个我因为比较晚去啊，人非常的多，我就坐在那个旁边的那个临时加的那个凳子上，坐在那边，然后坐在那边，也没有觉得怎么样。后来啊。我也不晓得师父进场，只听到大家说啊法师来了。师父一进场还没有上台啊，才进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整个人流泪啊，那种感动啊，那个没有办法言语，就感到说我终于找到您了，那种感觉马上出来啊。然后师父在上台之后整晚的演讲我简直是赞叹的不得了，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批判性很重的知识分子哦，可是师父讲的每一句话，回答的每一个问题哦。我都没有一句话可以有质疑的，而且那个时候我多年来的那个疑惑，几乎在那时候都得到了答案。很奇怪，一个一个问题一直扫，我就感到非常的舒服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第2天还要来听。第2天呢，更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第2天赶得比较早，赶快去占位置，因为怕没位置，占了位置才出去吃晚餐哦，然后就去吃那个自助餐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吃素嘛，好，所以那个叫了两3道素菜，叫了1道芹菜炒鱿鱼，算是唯一的荤菜。吃哦，
这个第一道、第二道、第三道那个素菜都吃完了之后，要吃那个芹菜炒鱿鱼，芹菜也吃完了，就吃鱿鱼，第一块就咬到嘴巴，就没有办法再吃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4月7号我正式吃素，因为没办法吃了。然后到第3天，我就找了一大堆朋友去听哦，也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哦。那个朋友进去啊，他不断的在那边合掌啊，拜，一直拜。然后出去我们去买东西，他很奇怪，他经过那个荤的那个什么牛肉面店的时候，他就手就放下，然后经过了以后又合掌，就是发生了很多那个那种感应的事情。然后后来听完的第3天的经，那个现场就报告说隔天要印星哦，或者说这几天有一些侨胞常跟我们聊天，他们会提到他们的困难，他们很想印星，可是他们担心能不能吃全素。还有全素够不够营养啊？我真的是很诚实告诉大家，吃全素是绝对够营养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一个一个都很健康就知道了。然后吃全素困不困难？我想做很多事情都很困难，看你要不要取舍。像我当记者啊，整天跑来跑去啊，交际应酬也很多。可是只要你下定决心之后，带着素便当也可以跟人家去交际，可以跟人家去吃饭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自己可以煮素。注意调配，我想营养都不是问题。这是我对印星的一点建议。快回家，回到我们真正的家。谢谢大家。